Hello， 大家好，我係 Victor。相信而家好多香港人咧都考慮緊咧移居去大灣區嘅，但係一諗到去移居大灣區咧，就有幾個問題出現啦。第一就係住嘅問題啦。其實有一條影片咧，我都拍過我而家住嗰度嘅租金啊同埋環境嘅，有興趣可以睇翻啦。第二就係醫療問題啦。咁亦都拍過幾條影片，關於喺深圳啊睇無論睇中醫西醫啊，咁大家都可以咧去睇翻嗰啲影片，亦都裏邊咧就教晒大家嗰個流程咧係點樣做嘅。咁第三樣咧就我諗好多朋友就話上到嚟，咦我驚冇朋友喎，因為大部分嘅朋友都喺香港，咁移居咗上嚟會唔會個朋友圈會收窄，甚至冇晒朋友呢？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喺1年裏邊，我搬咗上嚟深圳，究竟我朋友圈嘅情況會係點樣呢？好啦，事不宜遲，馬上睇片。睇片前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 我個 channel 叫咩啊 ？Victor 多樂士。喺年幾前咧，我就移居咗去深圳啦。咁講真嘅，當時咧我喺深圳只係得一個朋友，呢個朋友係香港人嚟嘅。佢喺10幾年前咧就已經移居咗喺深圳，咁啊做生意啊，跟住而家結埋婚啊，生埋仔。咁咧我哋耐唔耐咧，就當時我喺香港咧都會有少少聯絡，但係就唔頻密嘅。咁啊嚟到深圳，我人生路不熟，咁啊梗係揾個人去幫下我啦。咁啊約佢出嚟飲下茶、傾下偈啊，咁啊問佢一啲關於喺深圳嘅嘢啊。咁咧佢都好幫手嘅，即係有問必答啊。咁而家咧我哋耐唔耐咧都會去飲茶，即係通常2-3個月啊都會去飲茶一次啊咁樣樣。咁反而同呢個朋友咧就接觸多咗，個關係咧就反而大家咧就密切咗。咁但係喺深圳呢一個朋友一定唔夠啦。咁當時咧我就都有睇 YouTube 啊，講關於大灣區嗰啲生活。咁咧就 join 咗一個 YouTuber 嗰啲咁嘅微信群組啦。咁呢個 YouTuber 都好好嘅，咁啊有問都必答。咁喺裏邊咧就大部分都係香港人，有啲已經喺大灣區居住啦，有啲就喺香港居住。但係裏邊咧個氣氛好好啦，咁有問必答，就唔會話好似有啲 Facebook 嘅群組問啲嘢啊，串貢啊，又答埋啲無謂嘢。咁整個群組咧嗰個包容性啊，同埋咧嗰個互動咧都幾好嘅。咁另外呢個 YouTuber 1年都會搞2次聚會，咁通常喺深圳食飯啊，咁就自由報名，咁就 AA 制，咁啊嘅氣氛都好好。咁所以我哋嚟講咧，就有時都會喺群組裏邊啊，即係抒發喺大灣區個生活啊，或者分享啊，或者有咩問題可以問。咁當時我初嚟到呢度嘅時候咧，我都會喺群組裏邊問一啲問題，咁佢哋都好好嘅，都有問必答嘅，亦都答嗰啲嘢咧就唔會話無厘頭啊，都係好即係好幫到手嘅。呢個對於我初嚟呢一度咧，都其實十分之有用。咁另外咧，就有啲朋友知道我搬咗嚟深圳啦，咁佢哋咧都好好嘅，即係有時上嚟深圳啊，同我食下飯啊，咁樣傾下偈啊，或者大家一齊啊去按下腳啊，睇戲都有嘅。咁當然啦，因為始終親朋戚友，你唔可以要求佢每1個禮拜或者每2個禮拜上嚟。咁但係咧，其實咧，我搬咗上嚟深圳咧，似乎同呢一啲朋友咧嗰個關係會仲密切咗。因為點解咧？因為有時喺香港，即係親朋戚友，講真啦，1年都係見1次2次頂籠㗎啦，可能係新年啊或者假期。我搬咗嚟深圳反而有好處啊，因為人哋覺得我喺呢度地膽啊嘛。咁好多時佢哋上嚟嘅時候就會 call，喂阿 Victor，喂我上嚟深圳啊，我不如咧就同你一齊食飯啊，喂你帶我去啲商場行下，或者有啲咩地方按腳啊，或者配眼鏡。其實喺1年我可以同大家講啦，其實我每1-2個禮拜咧都會有朋友上嚟探我嘅。其實嗰個密度啊，嗰個程度啊，其實喺香港仲多咗好多嘅。另外都解釋下啦，點解啲朋友咧嚟咗深圳之後咧就好中意繼續嚟嗱？其實個情況就係咁嘅。通常咧一嚟咧就我哋會去食個晏晝啦，咁晏晝我哋會帶去商場啊，咁通常啲嘢食都幾好嘅，亦都好平，基本上都未食完個 lunch， 跟住就話喂有咩節目啊，不如去按腳啊，或者按完腳之後我哋去邊度飲下午茶啊咁樣樣。咁啊飲完下午茶之後咧就話喂今晚去邊度食飯啊？咁啊食晚飯啦，都未食完晚飯就話喂我哋幾時下次再嚟啊？或者 Victor 你可唔可以帶我去另一啲商場去行下咁樣樣？如果咧譬如我哋食完飯下邊有超市咧，就通常都會落埋去超市嗰度睇下有冇生果買啊，或者嗰啲西餅啊咁佢哋就買埋啲生果西餅翻香港。咁啊成日嘅消費可能一個人都係講緊係200-300蚊，即係對香港人嚟講基本上就好平。咁所以嚟講，佢下一次可能嗰1-2個禮拜又想上嚟，咁當然啦，到時又揾我。咁所以其實你個頻率仲會高咗嘅。其實你可以想像下，如果喺香港，譬如我約你喺銅鑼灣食餐飯，第一你唔會食成日啦，可能一係就食午餐，一係食就晚餐，食完就各有各走。咁跟住下次再約你都唔知幾時，亦都肯定唔會話我哋下個禮拜又再去銅鑼灣食飯，就肯定唔會嘅呢樣嘢。所以反而咧嚟咗深圳之後咧，我有一啲比較係恆常嘅朋友咧，或者親戚咧，就成日都嚟嘅。所以1個月咧，基本上我都有4-5次就會同佢哋食飯啊。咁嗰個頻率咧，比喺香港仲多好多。
嗱，上到嚟大灣區最緊要身體健康啦，所以我每年都會去做體檢嘅。嚟咗深圳1年，我每年都會做體檢，而家去做體檢都去美廉大健康，一啲體檢套餐由千零蚊開始。如果有時有需要做 MRI 磁力共振或者 CT 電腦掃描，都係幾百蚊，費用係香港嘅1/10，而且佢哋個儀器都係外國嘅品牌，例如 Canon、Toshiba、西門子等。另外仲有廣東話嘅醫師講解醫療報告，唔會有語言嘅隔膜。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掃圖中嘅 QR code 加入群組攞優惠，同埋可以安排做體檢。美廉大健康係上市公司，係全中國最大嘅體檢中心，有600間分院，每年體檢人數超過3000萬人次。喺深圳有13間分院，遍佈喺羅湖、福田同埋深圳灣口岸，非常之方便。做體檢揾美廉。雖然我上咗嚟深圳，但唔代表我唔可以返香港㗎嘛。其實我哋一個乒乓波嘅群組，咁就喺香港嘅。咁我每個禮拜咧都會同你返去打乒乓波啦。咁啊晏晝打完之後咧，就大家食埋晚飯咧先返嚟，就係一個恆常嘅活動。咁所以嚟講，其實我同香港亦都冇脫節嘅，因為其實我每個禮拜都會返香港同啲老友一齊食飯啊傾偈嘅。所以我哋返咗去大灣區生活，就唔好諗住話啊，好似同香港已經脫咗節，或者我唔需要返香港，其實都可以 keep 住個關係。咁啊，有時我落去香港啦，有時佢哋上嚟深圳啦，咁冇所謂嘅，最緊要大家就到個時間啦，或者大家方便咁樣樣，咁個關係仍然可以繼續維持到嘅。嗱，咁有時我返香港啊，但係始終我而家喺深圳，冇可能成日返香港。咁我喺深圳咧都有其他嘅活動，例如我就參加咗一個健身室啦。咁啊，每個禮拜我都會去1到2次啦，咁樣就去健身。咁喺健身其實你見來見去都係嗰班人。咁有時你自己如果主動啲，去同人打下招呼啊，咁其實喺裏邊都會識到朋友嘅。咁我講一個實際嘅例子啦。咁我最初去到真係個個都唔識啊。咁有1-2個人咧，我就成日都見到佢啦。咁啊，同佢打下招呼啊，後尾就加咗微信啦。咁跟住咧就開始約出嚟食飯。咁原來嗰個朋友咧就係一個牙醫嚟嘅。咁佢後生嘅20零歲。咁啊，佢讀完書就而家做緊牙醫嘅 training 啦。咁嚟講咧，佢就因為佢係廣東人，咁佢同我講廣東話。所以嚟講咧，就大家容易啲溝通。始終嚟講，如果你話要我用全普通話去溝通，有時講或者聽啊都有難度。咁啊咁巧佢廣東人，咁啊講到廣東話。咁而家咧，我恆常咧都會同佢食飯啊，即係每個月起碼都有1次啊，或者2次食飯。而家我有啲咩牙齒嘅問題都揾佢，因為第一佢就係牙醫啦，第二嚟講咧就佢收我費用一定係平啲啦。咁同埋咧有啲咩真係嘅問題，佢都會講得好清楚俾我聽。我哋而家都成為咗一個比較好嘅朋友。嗱，另外有一樣嘢都想同大家分享下嘅。嗱，我本身係基督徒，咁當時我上嚟大陸嘅時候咧，都驚啊死啦！上到嚟大陸都唔知揾唔揾到教會，或者揾唔揾到啱嘅教會，因為當時聽人講啊，大陸嘅教會就會好保守啊，或者好多嘅限制啊、掣肘嘅。咁啊上到嚟啦，咁啊去揾啦，咁啊好感恩。咁啊神啊帶領咗我去一間喺橫江嘅教會。嗱，咁呢間教會咧，其實佢嗰個形式咧都同香港幾似嘅，甚至佢崇拜咧係好 open 嘅。你大家可以喺度拍照啊，或者錄影咧，其實都 OK 嘅。嗱，而家呢條片咧，我都喺嗰度錄出嚟嘅啫。咁啊，冇人阻止你嘅。另外佢哋唱嘅歌啦，基本上咧都係同香港大同小異嘅，就唔會話你唔識唱啊，或者係我哋以前叫做好傳統嗰啲攞詩集嚟唱嗰啲嘅。咁講到 so far，我聽到咁耐咧，我覺得都係跟翻聖經嘅原則嘅，就唔會話係加咗一啲可能其他嘅嘢啊，或者政治嘅元素。咁我都好感恩啦，揾到咁嘅教會。咁教會裏邊自然你就會識得另一班人啦。譬如你參加小組嘅聚會，又會識到另外一啲朋友。咁同埋大家有宗教嘅信仰，咁傾起上嚟其實都係比較會容易啲。同埋弟兄姊妹嘅幫助其實都好重要。咁頭先我都同你講啦，我就係中意打乒乓波嘅。咁啊咁巧喺屋苑樓下咧就有啲乒乓波台嘅。咁有一日咧我就落去，咦聽見有人喺度打乒乓波喎，咁啊落去八卦下啦。咁點知咧原來咧佢屋苑咧就有啲群組咧就每日咧都定時啦去打乒乓波嘅。咁之後咧佢就加咗我喺群組裏邊啦。咁而家每一日大概夜晚7點零鐘咧，佢哋就會通知，喂係可以打波啦，就隨意落嚟嘅。咁基本上就大家唔使約，咁啊總言之落去你中意就去打。咁如果而家我真係要打乒乓波咧，理論上每一晚我都去打嘅。但係當你同佢哋建立咗個關係咧，有時就變咗朋友啦，或者講真有啲咩事咧都可以喺嗰度咧就叫佢幫手，即係大家都明白遠親不如近鄰。如果你有啲咩事有鄰居幫到你，其實呢個都重要嘅。嗱，當然我都明白唔係個個屋苑咧都有啲咩乒乓波群組嗱，但係其實咧好多香港人咧揀嗰啲屋苑咧都會比較多香港人住嘅。即係尤其係住喺中山啊或者珠海，咁其實好簡單。如果你上到去你唔識嘅，撞口撞面有香港人，
咪八卦下問多句咯，主動啲就話喂，唔好意思啊，我啱啱搬咗嚟，你哋有冇一啲WhatsApp 或者微信群組，我可以加入去，大家分享下，或者有啲事我哋可以一齊食飯啊，或者傾下偈啊咁樣樣。嗱，基本上照我所知咧，如果大屋苑咧，多數都有啲群組嘅，咁變咗嚟講，你上到去咪識到另外一班朋友。通常呢啲都係退休夫婦啊，咁嚟講大家都可以傾嘅話題都比較投契啲，因為都係可能講下健康啊，講下喺邊度玩啊，咁到時咧你就唔使驚話啊上到去孤零零冇朋友。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啦，嗱，因為我係 YouTuber，咁我都講一講我做 YouTuber 咧識到啲咩朋友啦。咁我當時上嚟深圳都覺得有啲無聊啦，咁啊不如諗下有啲咩搞作，咁就 YouTuber 就最簡單㗎，就總言之你拍啲片擺上去有人睇就 OK。咁點知咧擺咗上去3、2個月之後咧，就真係有人揾我去拍下片喎。咁當時就拍體檢啦，同埋一啲眼鏡嘅廣告啦。咁啊當然有啲少少錢收嘅。咁啊最主要就裏邊咧都會識咗啲朋友啦。咁啲係國內嘅朋友，有啲係香港朋友。因為有啲體檢公司咧，佢其實係由香港人咧去負責嘅。咁所以佢上到去之後咧，你又會識多咗一啲商業嘅朋友。不過識到呢啲商業朋友唔係話一定要次次啊，你有啲咩着數啊，介紹俾我拍廣告唔係嘅。其實大家都可以成為朋友，因為好簡單，你諗下啦。我上到去生活只1年，但係佢哋通常已經係喺深圳嘅地膽。咁如果有啲咩嘢，第一你可以問佢啦。第二嚟講，如果佢到時有啲咩嘢嘅需要幫助嘅，或者拍其他嘢嘅，可能如果你同佢成為咗朋友咧，都有幫助。嗱，我自己拍 YouTube 咧就有一個原則嘅，就唔係話一定要收咩價錢，其實唔係嘅。有時咧我會當佢哋朋友。咁亦都會幫佢哋諗下計啦，即係有時 YouTube 你知唔係就咁拍完就算數，同佢諗下計。佢哋感覺到，咦你真係可以幫到佢嘅時候咧，佢到時有其他人需要拍呢啲咁嘅 YouTube 廣告咧，佢就會揾翻我啦。咁其實我而家嘅情況就係咁。嗱，其實我講真，我拍咗 YouTube 大概都唔夠1年，但係都有幾個廣告商揾我啦，亦都有啲而家係傾緊嘅。咁我覺得做人你最緊要主動啲啦，第一啦，第二就係你去幫下人啦，咁同埋你擺個誠意出嚟。咁其實你個朋友就會越嚟越多，就反而唔會越嚟越少嘅。當然啦，如果你自己好似個宅男咁，又唔出聲，咁你嘅朋友自然會少。咁其實呢個唔單止喺大灣區，其實你喺香港都一樣係會咁嘅情況出現。咁我而家就做少少總結，因為我哋移居去大灣區咧，就唔同移民咗去第二啲國家。譬如你話我移民咗去英國、加拿大，你真係翻嚟香港嘅機會係好少。但係我哋而家去大灣區，基本上你一日用2個鐘頭就一定會翻到香港，咁另外用2個鐘頭又翻到去大灣區。其實嚟講只係嗰個叫交通時間多咗，但係如果你要見翻香港嘅朋友或者香港嘅朋友上嚟大灣區，其實係一件好容易嘅事。咁嚟講就唔係話好似去咗一個地方，你完全好似斷六親咁。咁最緊要係你去個地方，你要去適應。咁第一要主動啲啦，第二就係參加啲活動啦，或者參加啲群組啦。咁就自自然然咧，你就會好快適應，亦都多咗好多朋友可以幫到你。因為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我都明白你最驚就話到時有啲咩事冇人幫到你。即係如果你識咗班朋友，有啲咩事佢哋都會幫到你。咁變咗嚟講咧，就係可以咧喺嗰度生活咧，就其實完全冇乜問題嘅。咁咧就我自己個人覺得咧，就喺大灣區就年紀啦，咁啊各樣嘢就即係好感恩，都係比較順利啊，同埋咧都識到一啲唔同嘅朋友。好啦，今日呢條影片去到呢度，希望幫到大家，下次再見，拜拜。